小手進場。好，第一個敬禮向主審敬禮。好，第二個敬禮向你嘅對手敬禮。敬完禮之後行出去場中間。第三個敬禮開始操練。好，操完啦，收手。第四個敬禮。好，敬完禮之後行出場邊等待。好，必紅方勝。第五個敬禮，最後敬禮向選手敬禮，然後握手，然後離場。